洪小姐袂大岁啊。啊，有一本册你讲迄个赛船迄技术迄本是伫倒哈？哎，洪小姐袂大岁，你莫收超过哦。伫咧外口听到你咧匹配量，啊，你脾气哪这么歹啊？心情无好是无？唔是我歹，嘿，安怎？是因两个想超过。收超过？我敢若问因问题，一直伫遐撸手机啊，撸几百步，唔知撸啥物意思。啊，拢袂赢啦。拢不爱赢。你看，即摆搁你撸。撸手机安尼，伤害目睭安尼，规工安尼，目睭会影响到，是啊，歹去啊。胃影好，你拢无好我唔知。做工课，你袂用一咧。你讲话嘛受下嘛哈。我咧哦，我逐工哦安尼哦，我这耍在手机啊，我拢哦看12点钟咧。你甲看，我目睭嘛是安尼近视是真好。有加抓，加抓，哎，加加加！洪小姐别带，去加抓，加抓。到位啊！慢慢来者。加抓，这加抓这尔大只，你拢无看到？你两个无看到？感觉我目睭咧雾雾，我看无啊。无啦，伊我试的啦。你上好你试的，毋是啊，你是毋是感觉即摆哦，规身躯安尼紧到头无爽快？啊，手机若是离开你一段时间，你就感觉真艰苦，足空虚的。是毋是？我今日透早哦，去买菜时，我袂去查，我规身躯总眼药的。啊，恁这是中毒啊啦！中毒。你看，自从你有手机啊了后，咱伫这船仔顶的交流，别闹啦！我甲你讲，自从伊有手机啊，阮伫船仔顶的交流就愈来愈少，感情愈来愈歹。唉，你看，伫我你讲这尔感动人的话的时阵，因搁伫愈。后摆袂使伫船仔顶用啦。毋是啦，手机啊嘛是有做者好处的，若是要查资料嘛会用用啊。对啊。只是我感觉因用伤久有较含啦。啊对吼，安尼既然在查资料，啊恁的资料我敢查有？啊，唔免你查，阮小朋友家己介绍就用啊。小朋友大声讲出你是啥物队？我是海游队。哦。啊，你是啥？我是五号，我是8号，我是立汉，我是基环。哦，恁好恁好。平常时啊，用手机啊，拢差不多用偌久用30分钟，半点钟。 ？30分半点钟。对，啊你咧？半点钟。半点钟。有影。真好呢。后一位咧？半点钟。哎吼。大概使用半点钟了。啊你咧？其实我拢无咧算手机啊。啊无你用算啥？什么小平伙？板。哦，就是因为代志足济，拢无时间去算手机，还是算电脑。你看啊，人册都看袂了，爱看册嘛？对。看到无？伊讲了足对的而呢。且恁敢真正录30分钟呢？真正。希望是真正，因为30分就差不多爱休困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无你若是愈伤久，迄目睭会花花，就亲像伊两个，你看，即摆这样。单调，我无爱调，唔要紧唔要紧。好啦，嘿啦，手机啊，就是亲像你讲的嘿。 30分嘛。 30分啦，啊，然后休困，你目睭才袂花花啦，啊，就是我顾目睭的啦。啊，对，真正。枸杞，食枸杞有效啦。枸杞个目睭。哦。枸杞好食。会用。袂歹，今仔日队长讲的，我喊你几时有同意。啊，伫迄只吼，我随煞甲大家分享一下，有一件代志，你若用手机啊，你就甲手机摕出来，手机摕出来，面册拍开，面册拍开，找非常了不起，赞甲饲落，分享落。有啊，有起赞啊，起赞啊！有啊，这真重要哦。啊，水果摕起来。我即摆要吃啊，试试会该单调啊。等者，恁即摆才饲，敢会伤晚？我无偌久啊，我才吃。我昨较买尔。哦，有饲赞拢是真好真乖啦。对，昨天你拄则有讲饲赞，对。拄好我今日，不是我真正有饲赞，我真正都有饲赞啦，所以我今仔日有这个机会提保重。好啦，今仔日哦，真正你上乖，伊嘛拢真乖，大家拢饲赞，而且用手机的时间拢是30分内， 30分，就互恁来挑战提保重。今仔日现我船长就是这样阿萨利，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引来个。做火球进步，守卫队员爱合力控制球啊大球，看球上尾落落去迄个几号，另外一位队员就要向前跑，
几步，而且回答出共声母的字，阮的船员卖伫竹仔搭内底，甲恁斗相共哦，嘿嘿。亲像阮这种的哦，伫船仔顶生活，根本就唔知影火车生啥物款。啊，毋过入汉，听讲你对火车真了解，对毋对？对，以前的火车甲即摆火车生啥形，还是形体，拢有研究啊？有啊，还是你要背的站名？站名。通啊念，互阮听看卖无？家人三坑啊，八斗七斗，百户五斗，十指10箍，南港松山台北。哦。啊，你是无聊放假就拢伫一直坐火车呀？还是这算你主要的交通工具？我的兴趣。你的兴你的趣？兴趣哦。坐火车出去上耍。介意的火车无？倒一台，因为做这种。 EMU 3000。哇，这你专业啊！EMU 有3000，研究才会讲出来哦。伊毋是敢若介意尔，伊是有去研究，真厉害。基凡，啊你即马代表来行这条路，敢有压力？小可紧张。我小可紧张啊！就叮当其实你才上轻巧，你还紧张，你都敢若用行的尔。恁安尼做伙合作，咱做伙来斗相共。亲像火车嘛是一节一节夹起来，对才会行得顺嘛。对。哦，恁来团结就无问题啊。团结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引来卡。好，开始啊！好，起啊！你的。来哦。几步？一包。一步来。我刚才一步尔。这是日有啥物事？日头。日头对，对啊。好，准备好起啦！好，够我，来啊！开快！飞大黑，几步？两步啊！金能恩是呢有啥物事？牛啊！龟牛。喂牛对。来。来，超起啊！来斗相共。来哦！哈哈哈！恩是呢有啥物事？三只牛啊！啥子物啦？赶快！大概牛啊。刚姐你袂使哦。牛球。牛球。牛球对，会使牛球。好起啊！快！恩是呢有啥物字？鸡卵。鸡卵，嘿对，鸡卵，卵对。莫紧张，较大声的，无听无那边较大声的哦。哦，三步，一、两、三，这是五有啥物事？牛铃对，来。准备好起啦！你好吗？这是五有啥物事？牛头先讲过啊，牛铃是牛啊。时间到，真好，来出来复习者。恩是呢，还有啥物呢？头先你有讲到是第是啥？讲三界牛啊，是毋是？对。三界牛啊是一种会食蠓的鱼啊。啊，毋过月牛，你已经牛迄个讲过，啊，三界牛的牛嘛是同一字，所以就袂使有恁过。来，还有啥物字？恩。你。迄个你这个动作。泥菜。鸟啊！鸟啊，哦鸟啊，哦，安尼差不多。来后一个，继续歌有啥物事咧？家己。依然。圆满，你讲头先讲啥物？圆头对，圆头对。好哦，来，拢总行到第6家，通啊摕一块大片，一块尔，请摕。无鱼虾嘛好啦，真正摕真正摕虾啦，哦。咱会用的。
第一关摕到一块大片，来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现在看。好康斗相报，一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扔去倒一空，另外4位队员来讲出相对应的答案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看恁会当钓到几题。啊，莫阁惊啊啦，拢个 pass， 我会保障你安全啊。今仔日出一寡无共款，爱请恁讲出有即个字的词。好，是安那是撇号伫咧即个位来换球台。手尾啦，较有啦。嘿，你较有力啊较稳。对，你平常是有做啥运动？拍球，拍球、羽毛球，羽毛球哦，羽毛球。你真需要技巧。啊，恁对伊有信心无？有就有信心的。有信心的哎，哦我。跟那我囡仔同款。哦，对哦，你生日过，到底是关的过几题咧？现在看，好，来啊来啊！不是。哎，真简单，真简单。哎呦，哦，较轻的，较轻的。看起来有伤过伤激动啊啦！哎，莫受，莫受伤，草。豆豆来啊！草啊贵，草。哎呀！第一步还没开始，草来，落草，啊你收草，收草好，草啊贵啊！草啊过对，草莓啊，草莓哎呦厉害哦，来后一题，来，来啊！倒买样哎！我来，倒我来。倒，哎呀，你的表情，真好。哎呦，你的表情，哎呦，爱控制这。认真呢。安怎样？倒啊鱼，倒啊鱼，豆啊鱼对，倒皮，豆皮，倒菜面。豆菜面好食，来，红豆，红豆，哦，会关厉害。来，可以当倒一个，后边来。来，赶紧加油姐，草，草，不是草，草树，对，来，班草，班草，灰草，好，草啊色，草啊色，哎，厉害来。还买个草啊？那个草，卖个草啊，啊，加油姐啦，加油姐啦，加油！倒回讲过啊，绿豆，绿豆，豆花，豆花，我豆腐，导入，对，好来，倒路，哦。还较大声我感觉吼，去后壁好啊，因讲袂出来啊啦，去后壁啦，但是草吼，佫更加好看。那个倒，这台没拍，我规台吼，要甲拍起来。安怎样？花，绿头花，日头花，剪用啊花，怎样啊花水，花园，玫瑰花，玫瑰花对，来，会用的哦，搁一个，啥？拢会用的，拢会用的。有好，时间你搞好，有点好啊。来有点好，有点好。煞，拄好时间到，去倒，好，即马要袂赴啊，啊，学倒摆徛了会忝无？我看伊一直在拍车咧，一直在拍车，来，好谢谢。菜头先无讲到嘛，无讲到，安尼直接咱来讲菜。高丽菜饭，剩其他菜，藤虾菜，倒菜，菜头，菜菜，花菜，花菜我话你讲转去，菜花，你巧，硬菜，硬水，够什么菜？菇菜，菇菜，点菜，点菜，我要点哦，你要点菜菜哦，变菜，变菜哦，变菜一个变菜饭，菜尾嘛用的。好，哎呦，今年对20题，通啊摕2块大片，哎呦，这样搞啦，记得。好啦，讲声啦，好的，来你加油所在，等你好，来吃。是咱最好的哦。目前是3块大片，
后一关准备接招，金来卡。有话做你讲，四位探险队员开炮来弹海贼，若拍到硬的海贼，就有一摆做怪的机会。我就来看你伫咧时间内会当完成几句，我伫遮祝福你，永远写袂掉。哎呦！哇！气势真我跟你讲，来到这关哦，我有淡薄烦恼，因为哦，家人来小朋友对大炮敢若拢真了解。哎呀，因为家人，恁遐是毋是嘛有介济问大炮？对，对，啊，拢伫倒位啊？中正公园。你讲遐有啊？啊，平常时有咧使用哦。无啦，小二是卖输用啦迄。拢已经变好高，听。嘿，好评。你讲你最了解。我阿姨可能定去看啊，去公园散步啊，就看到一个古迹伫遐。差对，恁拢捌去过啦吼。有吧？所以我感觉哦，因对这种感觉会足熟悉的，所以因可能弹得真准，咱就要较注意的吼。好，来哦，准备哦，金来卡。你看好无？伊出来时你才咁有你出来啊咧？来啊来啊！解咱讲啥？了解理解。哎呦，这球你上我先。谢你啊，迄是我好尊敬的。对哦。我嘛。哎呀，袂倒，拍袂倒，拍袂倒，拍袂倒。哎呦！我信的咱讲啥？想看麦哦。开始哦。哎呦！足强诶。强呢！啊，等一下豆豆来哦。哎呦！这头在。解。开始哦。哎呦！足强诶。强强呢！啊，等一下豆豆来哦。哎呦！这头在。解。我相信伊会使解决这个问题。啊对啦！后一组。来后一个。后一个换你啊吼，你要计划，你要计划，你想有时间啦。要过哦。你想出了？我看这我看几下摆啊哦。三架，等等，啊，加油！你这么厉害，只要去头咧算哦，已经开500块啊。好来，好来，去。哎呀500块啊！对，要对得准啊。上好上好。啊对。有啊。参观。参呐。我参观。参哦。该当讲啥？参，不是参。啊，该当讲啥？我参观这个展览，还是？恭喜你。好，好啊。参。我参加一个比赛，是咧做海产的。海产，我参加一个比赛是咧做海产的。好。好。哎呀 ，bonus 出来啊！ bonus。哪是有大的 bonus？机会就来哦。厉害。bonus，啊，这里是啥？啊，这里。多少？讲。两点这个你会晓念无？再会讲。在讲啥？靠，卡进来，靠，看到我袂晓念无哈？来，不要紧，咱大家做伙来复习。第一个题目，散个餐。我参观一个海餐店。哦，海产店，海产店，哎，海产，那是用生产要来做句，搁有啥物？试看卖。三宝来参加我的婚礼。我有别人啊，你有啊？三宝去参加接生比赛。啊，你讲了两个啊，对无？嗯，无这生活中恁还袂拄着，所以恁可能较歹去讲出来。无紧，咱来后一题看卖。你甲 bonus 的强啊，有够可笑的啦，强。我出门互恐龙弄着，所以爱找保险理赔。哇！你哪有这个机会，通互恐龙弄着？哦。恐行。我理解。我理解。我理解这个代志，足恐怖的。恐怖的。好啦，有讲出来，有念就有进步啦吼。
来看嘛，恁着两袋，通摕一袋大片来。摕一块大饼，你去摕一块大饼吼，来，小朋友来看，靠起来吼。哦，一块大饼。嘿对。来，刚刚两个拢。刷尾啊，刷尾啊。好，来这。好，哇，我看这个机会一半一半。啊，到底敢摕到咧？赢嘞！哎呀，我看哦，替恁烦恼啊，敢若4袋尔，对无？对。请问恁敢有想要换位？下面换位。要换哦。我姐，好来，好来，看恁要安怎摆。你该耍，当势，当势。哦，足溜，足溜。就安尼哦。这是玫瑰哦，梅花座啦，梅花座。什么代表？一，议员好，爱飞超过1空才有准绳哦。好，来，手甲空气。小看大人。到底家人海洋队的小朋友敢有法度摕到宝藏咧？拜托，拜托。请飞！拜托，拜托，拜托。哇！颁奖，那他请。会当得到的是趣味角颁奖啊！哦，这真古水呢。来，抢一个。草莓啊！草莓啊！草莓啊，加工。是草莓啊吗？草稿啊，草稿。草莓是较细只，草稿是较大只。哦。哦，草稿哇！草稿，敢有算过这种游戏？无啊，欢喜无？多谢多谢。啊，阮的宝藏哦，就是拢这么珍贵，爱好啊珍惜。啊，你今日来参与了，心情啥款？小可紧张，小可紧张，好耍的。紧张好耍。安尼落价值啦，有好你咧？足欢喜的，我想讲下摆个爱甲报名是无？对，个爱报名。后一届我要报名啊！好。第一届来遮，感觉真紧张，但是欢喜。但是欢喜，真是欢喜。安尼上重要啦吼。啊，你拍呢？你看，真欢喜。啊，我真紧张，啊，甲真欢喜。我真紧张，甲真欢喜，我嘛真欢喜，佮真紧张。你这摆我最紧张的。安尼就有啊啦。啊，毋过即摆恁干那继续欢喜就好啊。啊，毋过嘛是爱继续讲台语，好唔好？好。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